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无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嘛无死亡的个案。咱国内疫情正是渐渐稳定。交通部是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大众运输会当放零食物件，高铁嘛恢复自由坐。若第12轮的预防车已经开始做，有 BNT、有 AZ 嘛有莫德纳是大规模的，而且较复杂的注射计划。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协助注射站处理好势。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头一遍3.0好消息，18礼拜一本土零确诊、零死亡，也零境外移入。这原来是193天后，国内疫情再一次看到3.0。4月8号以来，我们再度睽违193天之后，那我们的本土、境外移入死亡病例都是0例的。那我们当然觉得很高兴，也需要大家继续来努力。因为考量到国内疫情转好，交通部也宣布为19礼拜二开始，放宽大众运输场站会当饮食，亲像客运转运站开放饮食，海空运场站部分，国内场站会当开放饮食，国际场站出境会当开放饮食，入境的旅客爱维持严格分流管制，也袂使伫场站内饮食。另外，台湾高铁也为11月7日开始开放自由座，并调整回疫情前每礼拜1016班。配套的方式包括着自由座有30车厢，通勤尖峰时段会提供4至8个自由座车厢，会看实际需求临时增加班次。若是伤过客，都会适时疏散，还是进行必要的调整。你如果要出境，从这个大厅一直走到这个管制区内。你可以饮食，然后相关的餐饮业也开放。另外，伫疫苗注射的部分，新增加8件注射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事件，其中 AZ 有2件，莫德纳5件，高端有1件。死亡原因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也有待查清楚。10月15号到17号。有新增2例 AZ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54岁到79岁之间。那另外也新增了5例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另外也新增1例高端疫苗接种后呢发生的死亡不良事件。也互人讲是历史上上复杂的第12期疫苗医药注射，由30岁以上医药 BNT 第1期大升上场，无想到10月早起10点，才拄啊开放，系统就闭啊，传出双北已经满额。就这件代志，指挥中心讲，台北市会阁加开5个注射站，阁增加4.5万剂 BNT 的医药量。BNT 已经有86万人完成医药。19礼拜二早起会阁开放 AZ 第2期医药，下晡则是莫德纳第2期，也是会分流，希望会当减少伤侪人同时上线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嘛有放另一寡防疫规定。若教育部昨昏伫官方网站嘛有公布修正讲，高中以下学校的防疫指引会当有条件放零，有的所在有的时阵会当有条件甲喙罨暂时摕落来。学生即马伫咧学校内面上课耍，拢爱看喙罨，因为国内本土疫情有较稳定，指挥中心放零伫室外免挂喙罨的相关规定。教育部18日也再度修正高中以下学校防疫指引，并且发公文予各学校也公布伫咧官网。指引内面讲，学生上室外体育课、甲本学期的音乐课，抑个迄毕业上甲事先注册的运动比赛，会当免挂喙罨。伫室内外翕个人的相片、团体相片，伫无人有呼吸道状况、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下，也当免挂喙罨。学校防体温本来是入去学校进前，甲下昼拢爱防一遍，即马改做1天1遍。食饭的时阵本来规定以个人套餐，并且使用隔板座位维持社交距离，而且袂当并倒。即马改做无限隔板或者是1公尺半的距离。后来餐厅也放零倒菜甲自助式餐厅提菜方式。另外，伫校外教学的部分也放零。除了应该保持社交距离、挂喙罨、遵守空间容量人数的限制。若是到山林海边啊，唔免挂喙罨，要毋过爱甲别人保持社交距离。坐交通车时阵也爱遵守固定座位甲座册，上车的人数袂用超过特定座位的人数。这份指引自19开始适用，学生上课时阵会有更加侪弹性。另外，教育部也强调，防疫指引会得到指挥中心上新的防疫措施，随时做修正。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桃园市有一个16岁的女特高生，伫顶礼拜五上体育课的时昏去，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救无转来，不幸死亡。这个学生囡仔伫9月底捌做 BNT 预防射，敢有关系？即马过来调查。这个桃园的查某学生伫顶礼拜五上体育课的时，差不多是早起9点40分左右，伊坐伫楼梯间休困，才雄昏去，无喘气、无心跳。经过学校的护士做 CPR， 用 AED 电击去抢救，拢无效，送病院不幸过身。这个查某学生伊本身有水脑症，9月2日做 BNT 预防射，家属即马无想要解破，嘛无要申请预防射的救济，敢若希望囡仔会当好好行。网络犯罪百款，刑事局最近伫网络顶头发现有人涉嫌透过 AI 电脑技术，甲人的面膜面换掉，摕一寡较有名的艺人、网青也是政治人物的面，到底实成影片的主角身上，才甲这影片摕去卖，受害者有上百人。刑事局昨顺续逮捕 YouTuber 小玉等3人，抓回警局精神。并将依照散布威胁物、加妨碍名誉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讲，小玉等3人先对网络顶找别人的相片，搁在变更面部的图案，后续完成了，利用社群软体加网络宣传，吸引民众纳钱加入会员。互警方依照涉嫌犯妨碍名誉等罪嫌移送地检署。检察官核实了，小玉被有令50万交保。因讲因为小玉的财产甲犯罪所得拢已经被查扣，无法多付高额的保释金。检察官考虑相关情况了，决定将保释金降到30万。因那共犯姓曾的男子是5万块交保。Deepfake 软体是透过人工智慧以模型重建追踪技术，将他人的图片的表情可以替换到指定的影片上面，而达成这个换脸的这个特效。那若不当的使用，在合成于色情影片上面，则容易在网络上造成性暴力的情形发生。包括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高雄市议员黄捷等人，拢是所谓性暴力的受害者。受害者之一的黄捷讲，无排除会去法院提出告诉。警方终于抓到主谋了，竟然是网红小玉，我非常的震惊，因为小玉是一个拥有100多万粉丝的一个 YouTuber， 那他的受众非常的广，很有影响力，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会学习他的行为。可是他却做出这种践踏女性尊严，然后欺负女性的方式来谋取暴利。总统蔡英文18日发文讲，一寡假信息假假影片，有一天可能会伤害到你甲我。针对这种画面的实情犯罪等多种类型的网络性别犯罪，政府会重新检视法规，研究推动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减弱，日时天气会较温暖，炎过早暗会较凉冷。咱来看云图。今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暗时伫遮方面的水汽会逐渐变济。今日中昼伫西半部高温是28度至32度，若东半部高温有27度，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西湖18.2度，西半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后一波东北风摆时会到位，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北台湾天气如果温度阁会下降，按算会影响到这礼拜6礼拜。毋过这波东北风主要是水汽较高，所以雨会较明显。新北乡企业虎霸潭因为溪水涨流，甲6个去参加大自然体验活动的人冲去，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也在找找。今日新北市的消防局拍算投入350个救援人员做深度的找找，希望赶紧找到这2个囡仔。咱的搜救人员把握相对较好的天气，加强搜救。一直到指挥中心关心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真济摆勉励大家把握黄金72点钟找到生还者，佮去发现失踪者绿河桥这个所在，看搜救情形。搜救人员找到粉红色雨伞甲一只囡仔鱼，经过家属确认了后，是姓刘失踪女童的物件，警消就加强伫附近找找。这个都是我们孩子们的东西，所以显见在下游变成我们在搜索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最主要是水位下降，能见度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我们不断调整，也要增加更多人力物力进来。预专案造成4人死亡，检警除了17暗时完成司法相验。高中之一带队的姓苏老师，检方复审了后，依照过失致死罪作出处分。检方指出，两个股东经过警方审问了后请回，会找时间搁传唤，也调阅相关活动资料，方便后续刑案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双溪好霸潭这站意外会发生危险，可能是因为这阵人行伫罗坝顶的石头顶头。学者是表示讲，这款水坝是咧用来阻挡水崩山，毋是溪中步道，嘛毋是撩溪咧过的桥，民众毋通行，才袂危险。4老死者家属到案发的好霸潭罗仔坝边引魂，17起检方以20万交保线索的老师完后到场，现场气氛悲伤。案发当时，体验营人员可能行的罗仔坝是断命的关键之一。要把一些比较大的泥土或是石头呢沉淀在上游，不要把它下游遗弃。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让你当桥的一个目的啦。学者指出，罗仔坝分跨伫溪中，哪亲像罗仔共款，目的是为了哪查沙石，避免土石流灾害，毋是予民众通行使用。因为好霸潭当地居民知影水性，罗仔坝平常时会当做对外通路，若是落雨就会避免通行，所以建议相关单位最好通过。安全告示的部分我们会跟新北市政府在做协商，看怎么加强。区公所他们在停车场那边其实已经有一个告示了，就是危害告知的部分。只要有阴雨绵绵或是下游情形的时候，请务必要离开水边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说上游我们的集水区下雨是不是下得很大，是不是会有很大的洪水即将要到达。虽然好霸潭的罗仔坝可能是断命因素之一，不过山区天气变化大，警消特别加强。叫大家莫伫乌阴落雨天伫溪边耍水的宣传，都是希望悲剧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烧厝，造成46个人死亡，41个人受伤。外界即摆目前的善款已经有关到8800万，受灾户拢是一寡弱势甲老大人较济。目前高雄有统计170间社会主体，也是旅馆的房间，要先提供予这受灾户带入去内底。300多个雅房，面床、沙厨拢总有。高雄一个热心的里长提供3间雅房，要互城中城受灾户免费住1年，希望有更较侪善心人士来响应。连500块的管理费都付不起了，你说日后的问题，他会不会继续再衍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去外面承租，他到底能不能租到一间几千块的房子？那既然我们这个地方闲置空间，就想说是不是把它腾出来？因为城中城住户大部分是弱势，或者是老大人，亲像住伫9楼8岁生长的女童甲妈妈，虽然都过一劫，不过唔知要住倒。虽然还无出院，学校教动有家长发挥爱心，到3共找厝。高雄组织工会也接到中央指示，推出80间社会主体甲90间旅馆型房间，互灾民住。符合社会住宅第2类身份资格的民众，那补助它会以租金乘以44.5%，也就是说1个月大概会有3000块左右的一个租金补贴。亲像安尼，旅馆型2人房间，业者主动降一半价钱，要减轻负担，社会局也有租厝补贴。外界也真有爱心，市会火灾关钱专户，在后第5天收到8800万。社会局表示，善款会用伫灾民慰问、医疗甲中长期安置这方面。紧急跟短期的安置旅馆的一些费用，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对于这个有实际居住在城中城大楼的这个住民呢，那也会给依亲或租金的补助，半年9万块，那也会是从这善款这边来做指引。城中城大楼虽然被判定结果无直接性危险，不过要补强，住户恐惊无法度负担。该起或者是途径也因为产权复杂，真歹做。都议员建议应会合综合团体来买去宗教设施，应安达人心。要如何处理，会是市府后续上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高雄市咱总会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9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咱台湾共款是16337例。
中国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5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是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844万例，法国嘛有超过718万例。疫情期间，经济稀累咧，真侪人无钱赚度小月。印度伫封城期间，真侪人失业，一寡富人人国不将甲计装的金仔摕出来买换现金来过日，所以印度嘛出现卖黄金的热潮。伫印度孟买这间金仔店，最近人客真多，不过大部分拢毋是要来买金仔。是因为手头闲摕金仔来换现金。45岁乔戈尼摕23年前结婚时阵所买的金手环，希望有好介绍。不过头家鉴定了出的介绍，可以无啥满意。3, 4, 5, 6, 7, 8 है 80 ग्राम्स के आसपास होगा 70 to 80 grams。上面这个87克的手环，以20万印度卢布换算代表75000成交。I have come here to sell the gold because we are in a very financial crisis due to the pandemic. Just to meet our expenses, 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 rather than selling the gold. 乔戈尼本来开一间生意公司，有15位员工，不过因为疫情几落遍封城，生意真歹，无法度付员工薪水，公司被迫停业，生活真闲，只好把家己的嫁妆摕出来卖。有调查讲，过去一年印度面临企业倒加民众失业，造成超过2亿3000人生活真歹过，真侪人无法度付注册学费加病的小单，而且最近连燃料拢起价，和情形更加害，就真侪人甲出来黄金摕出来卖。统计显示，印度银行今年前8个月发4.7条卢比，代表1.75条的黄金首饰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7%。金仔店的头家也讲，唔捌看过这么多人来买黄金。During pandemic period, we have seen that more of the customers, especially female women, they are coming to sell the gold rather than buying the gold. They are coming to sell the gold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Their sources have been stopped of earning the money. They want to run their life, and there to run the life, you need the money. 伫以前，印度人是爱买黄金出名。经过这边疫情的教训了。乔戈尼的建议是，也是加买一寡黄金起来藏。I'm going to advise my kids to invest in gold, and it will help them to rescue in hard times. 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美国前国务卿鲍尔昨昏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过身，才甲84岁。鲍尔是美国史上头一个非洲裔的国务卿，不过伊伫做国务卿的任内，伫联合国提出错误的证词，建议对伊拉克发动第2届的破坏战争。尾啊，伊嘛坦白讲，这是伊人生当中的失误。美国白宫降半旗，哀悼前国务卿鲍尔18过身，享受84岁。美国总统拜登讲，鲍尔是伊亲爱的朋友甲爱国者。And he rose to the highest ranks not only in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areas of foreign policy and statecraft. This is the guy, and we talk about it, who had teachers who looked at this African American kid and said, "You can do anything." 鲍尔的家人发声明讲，鲍尔因为新冠肺炎并发症过身，不过伊已经做过2剂预防针。鲍尔是1937年伫纽约哈林区的非裔牙买加移民家庭出世，捌参加过越战。尾啊，伫咧老布希总统任内，成做第一位非洲的美军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主导1991年美国第一遍对伊拉克战争，2001年伊就任小布希政府国务卿，成做迄当阵美国史上职位上悬的非洲的公职人员，也是史上第一位非洲的国务卿。不过，伊伫安理会争议性报告，和小布希总统发动第2遍破坏战争。A fourth source, an Iraqi major who defected, confirmed that Iraq has mobile 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in addition to the production facilities I mentioned earlier. 鲍尔尾啊承认讲，这份报告的内容有错误，也讲这是攻击记录的污点，因为美军并无伫咧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人民讲，鲍尔2支手顶头拢是伊拉克人民的血。حقيقة كون باول من الشخصيات اللي ساهمت في إحداث فجوة كبيرة بالمجتمع العراقي من خل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ذي عاث في الأرض فسادا وقتل الكثير ودمر الكثير.
鲍尔伊做公职嘅时阵，大部分拢是伫咧共和党政府，领伊是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鲍尔不支持奥巴马，2016年是支持希拉蕊，一个批评川普是国家的见笑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外国媒体报讲，中国8月份的时，要试射一粒超音速的飞弹，会当带核弹，互相美国正烦恼、密切的关心。来关心捷克的总统泽曼传出破病，即马住伫加护病房，因为无法度去处理国症，所以有可能甲疾步交出去。来关心香港队手林郑月娥，昨暗嘛传出讲跋倒受伤，即马嘛咧住院，目前会暂时休困，疾步会由政务司长李家超代理。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代替普悠玛并且事故，经过法院2冬瓜的审理，宜兰地方法院昨昏一审宣判，火车司机尤振中被判4冬半，另外还有2个代替的主管认定无因果关系，所以判无罪。想起失去的亲人，心内是真艰苦，目屎忍袂住流落来。明明好好的，人就走了。你有梦到阿姨吗？后来有，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就跟我打招呼。代替普悠玛号列车2018年10月经过宜兰新马车站，并且造成重大伤亡。关键人物代替司机员尤振中等3个人被以过失致死罪起诉，案件经过2年多审理，宜兰地院18判决出来。有些司机是因为擅自不依规定然后擅自关制这个 ATP 导致的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不只怪 ATP 合议庭也指出，尤振中以时速140公里超速力驶，致死列车并且伊个后人缓刑，拢无后悔，判处4年6个月刑期。代替2名主管，经济部处副处长刘灿宏，加综合调度所所长吴荣钦，因为制造商文件漏交无将 ATP 管段监视系统列入检查测试项目者原因，认定无相关因果关系，判无罪。暗过有部分罹难者家属甲代替产业工会批评，代替有关无改善，出代志全部塞给第三人员。因为台铁的惯例都是这样子嘛，出了事情嘛就司机扛嘛，那高层是全部都没事啊，也无罪的嘛。代替产业工会表示，事故发生了后，尤其是代替不应该下责，结构性问题不应塞给第三个人讲，爱查明真相，落实解决。我们尊重司法的判决，也尊重我们司机人可以提上诉的机会。代替说明尊重司法判决，也强调已经修订管理办法，强化司机员考核机制等，也已经改善风险路段，强化体记录结果，全面推动安全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阵啊，境外汽油直直起，即马每公升已经超过31块银。外界是烦恼讲，汽油直透起价会影响其他物价对得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主要是即马国际上欠能源，大家伤济抢要买才会起价。有立委是建议讲，汽油应该亲像电费钱同款，爱设一个基金来稳定价销。全球的燃料需求加真济，最近天然气燃煤的价销对咧大起，安尼嘛国际油价嘛起起来。中油的汽油甲柴油各起8角到9角，95无烟汽油一公升来到31块，这是这3年来上介悬的。外界咧烦恼讲，油价已经连续起3遍，安尼恐惊会带动物价嘛对咧起。是我们一直有一个亚磷最低价，我们也有这个油价稳定的机制，那由政府来跟消费者一起来吸收上涨的这个机制。要来到冬天都要到啊，世界各国拢咧抢这个相关的能源燃料。中油嘛强调讲，国内库存量已经是有够额。有立委建议讲，为着避免国际油价的升涨，有可能会比较电价，嘛来建立油价的平稳基金来加做处理。是不是油价也可以设置一个平稳基金？现在油价已经是每个星期在看了哈。那你如果像台电这样半年才看一次，那这2个机制要怎么样去砍卖，会是一个我们再思考看看好不好？另外，真爱做大公投。12月18就要开始来公投，立委有咧问讲，假使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若是讲受到影响，安尼是毋是有备案咧？王美花回应讲，用电会出现欠缺，若讲备案，伊是无讲到。记者综合报道。
体大车饼来看全运会，伫东京奥运亚洲咧亚当摕到金牌的选手郭幸顺，昨伫全运会参加64公斤级的比赛，佮拍破3项大会纪录，摕到金牌。另外，奥运跆拳道摕到铜牌的陆嘉玲，即摆伫全运会伊嘛摕到金牌。开战第一回合，先试探双方的实力。身高183公分的东澳跆拳道铜牌得主罗嘉玲，代表新北市出征全运会57公斤级女子金牌战。伫红烧名单，伊伫第二回合以上大攻击，先第3分，领先南投关选手张瑞文。比赛现在最后不到20秒钟，这是女子组57公斤级的最后一个回合。到第3回合，将对手逼到界外，罗嘉玲最后以7比0拍败张瑞文，展现奥运国手实力，顺利摕到人生中全国运动会第1面金牌。18全运会另外一个焦点，亚当女神郭幸顺是代表台东出赛，为过去的59公斤量级调整到64公斤级出赛。先以3牙100公斤，轻松女神大会上好成绩，扫落来是体牙。成功不愧是女神哦！各位观众，我们热烈掌声，恭喜她再创新的全国。也去110公斤，亦确定摕到金牌。不过伫个人的临时决定之下，第3摆直接挑战大会纪录，体牙122公斤，综合222公斤，3牙体牙加综合全破大会纪录。122的话，就会变成我必须要下蹲，所以变成说，我其实有点担心，说我的手腕会不会很痛，然后就122举起来说哇最轻，太轻了吧，然后就是可能怕痛吧，所以赶快起来的时候就没有让你有痛的那个瞬间，对。郭幸顺顶日伫东京3牙体牙加综合成绩拢是新的奥运纪录，出赛全运会会当讲是比赛大分，老将新秀同齐做伙，东澳选手回国了后，犹原是场上上光的一粒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28岁咱台湾爬山的查某选手曾佳妮，成功爬起哩海拔8586公尺高，世界第三关山，嘛是咱台湾的头一个。摕台湾国旗徛伫海拔8586公尺世界第3高峰，干城中间山顶翕相纪念。伊是今年28岁台湾女爬山选手曾佳妮，伫当地时间16成功爬起哩，也是2004年以来再一次有登山队伫秋季成功爬起哩。伊原来是队上唯一的一个女性。曾佳妮已经伫半年来陆续爬4座8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先伫今年5月成功爬起哩圣母峰，续来阁爬世界第4高峰，也是有8516公尺的鹿珠峰。伊伫徛上第7高峰杜拉吉里峰的时阵，也阁伫面册放影片，甲大家分享这个欢喜。昨天跟今天的好天气就，好顺利的领，好想哭。水上超过8000公尺的关山，会当讲是规年即势。山岳协会就讲，对比国内的关山，也是登山选手要挑战，除了超强的意志，团队合作也相当重要。因为这个艰难的任务，不是一个人就当达成。这种高海拔的话，它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第一个雪崩，这是在什么世界级的顶尖好手都无法避免的。所以说，这种前后队友之间的互相帮助，这很重要。再来，周经理要飞往巴基斯坦挑战冬季爬世界第2高峰乔吉里峰，伊要伫零下70度爬这座真困难的关山。这是世界第1届有女性挑战，也是台湾第1届伫冬季挑战乔吉里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竹市长林志坚有提出甲新竹县市合并升级想法。即阵嘉南市长林佑昌嘛有提出800支合并的2款方案，一个是甲嘉南甲新北市的东北角合做一个新的行政区，另外一款伊是想讲要甲汐止甲台北市合做伙变做大台北市。
达到改制超过10年，基隆市长林右昌提出800支合并的2个方案。方案之一，整合基隆甲新北市东北角、石门、金山、万里、瑞丰、平溪、双溪甲广仔寮7个行政区，升格成立大基隆市，或者是北海市，不只是共同生活圈，个人和新北市成做基隆的2个市，笃定发展成做50万人口的都市。方案之是基隆甲台北之间的新北市设置区，共同合并成立大台北市，和台北市成做一个310万人口的都市，有港口，各面临海洋的首都。全国现在行政区划最不合理的其实是北基，因为台北发展受制，如果基隆市能够跟这个北海岸的这些区能够有合理的一个整并的话，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城市。不管是大基隆市、北海市，也是大台北市、新北市，拢面临被切割的命运。不是单一人或是谁来说了算了，他必须要考量整体的国家的发展的策略。不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林右昌也向台北市长官提话声，确实有意愿合并了的大台北市延搁出来选。那千万不要说因为选举到了，你知道哈，要搞什么县市合并啊、升格，你知道哈，在这个已经不太健康的这种6都的架构上，还在加什么第7都，我想这个不可取。林右昌阁主张县市平权、3都地界法、直辖市人口限制，和中央主导基隆市、新竹市甲嘉义市3个直辖市先行行政区域整并升格，解决当选了后留落来历史问题。最重要还是怎么样子中央地方合作建设地方。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因为经费困难。达到改制以来，关系地方财政分配、财政收支维分法已经20多年无修正，边政府加马政府近来拢捌提出修正草案，不过因为各县市意见无同，直至法院冲关失败，蔡政府上任了后，捌宣示启动再违法修法，最后也是真歹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是举办山林蓝调的特展，用原住民的林班歌来探讨70年代原住民的音乐。优美搁悠长的林班歌，唱出70年代原住民伫外地拼命讨赚、受压迫的心声。屏东的西仔乡文物馆透过山林蓝调的特展，带乡亲做伙来回想古时代。在那个原住民被压迫的年代，其实我们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们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且我们非常的乐观，知天命，就算这么辛苦，我们还是可以度过。在国外的所有留学生，他们说，能够代表台湾的只有原住民，他能够表演的只有原住民，才能区别他是属于来自台湾的人，他的文化，所以它是无比的重要。这场特展阁邀请到音乐学者周明杰，甲台湾的传奇歌手蔡美云，做伙来探讨英国原住民将心情随意唱作歌的唱法，希望将这款渐渐消失的文化保留落去。他已经是词典里面的人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呢，他的影响力是整个南台湾。我想说，很快的，我们赶快把这个弄成无形文化资产。透过一条一条充满纪念意义的林班歌，除了搁再揪紧族人之间的感情，也让所有在场的民众愈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咱镜头来南投竹山的笋仔真出名，前一阵仔麻竹笋大出，农民是甲笋仔加工拍打做笋干，而且伫后个月公所嘛要举办活动，推广在地笋仔的好滋味。南投竹山镇的竹仔真出名，当地主要出产桂竹、麻竹甲冬笋。前一阵仔麻竹笋当咧大出，农民毋但拼采收，也爱甲笋尾做加工，拍打了后准备做好食的笋干。那现在就是麻春笋的一个生产季节，是在这边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加工，用粗盐来做一个简单的腌制，让竹笋的伊个较空隙的物件会当拔出来，安尼吼，笋尾部分就是以后第3个月了后准备来做笋干用啊，到时还个拍5天，来干燥化才能够做一个保存。当地里长表示，虽然今年的竹笋有较好价，
价，不过却因为年初的时阵中南部靠旱，笋仔欠雨水，产量也减真济。但是农民要是用心照顾，品质绝对是一粒一。阮甲农民买的时阵，农民伫外口已经迄个粗壳甲瓜的部分拢去掉。这笋仔入来，农民入来是拢规人，阮照人帮啊照斤算。为着要甲德山出名的笋仔推广出去，公所伫11月要办笋仔节的活动，招在地店头做伙来办桌，用笋仔做出各种的创意料理，甲德山的特色行销互更较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公车拖拉机、游览车、大型车要转弯西角的时，常常看袂到后脸，就发生车祸共搞着。目前已经强制要求大型车爱到视野辅助系统，也毋过有立委即嘛是认为讲应该比较后面到赛车的辅助预警系统，防止车身走样，嘛会当有风险打洞啊，减少大车的后脸搞着人。无装风卷入装伫大货车车身去互轿车正面弄着，规台轿车毋若讲卷入大货车的车骹，前座驾驶的 A 条、B 条全部去互车斗卸掉，甚至缀着后座，看来真惊。其实袂少货车司机拢会自动加装风卷入装置，一旦若是拄着车身弄着，会当将伤害降到最低。发生碰撞的时候，人才不会往里面卷进去。我前后都有加装这样，这虽然是小钱啦，可是加进去就是大家安全，大家安全。其实部分日本抢牌大货车今年出厂的新车，拢有行车视野辅助器。车头车尾也甲两边的目孔领拢总4个摄像头，会当降低行车视野看袂到的风险。甚至有一寡车型，阁有车道偏移、风对龙的预警系统。我们行车视野辅助哦，我们还有我们的行车记录器哦，我们会整合起来，就8个系统，8合1的系统，会整合成一个新的系统。不过也是有一寡司机反映，大货车 ADAS 系统敢会发出声来预警，并无辅助快动的功能。要求交通部应该规划更较有效的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交通部表示，目前当咧参考国外法规，研究大车的行车安全装置，拍拼导入更较先进的系统。记者综合报道。代替的拿批火车，去年底因为铁路电气化了后就无搁驶啊。不过经过10个月整修，即马拿批火车伫昨昏重新搁出发，车厢内底的电风啊、褪色的椅啊，全部拢保留落来。带乡亲咱嘛来坐一撮火车。载着真侪人回忆的代替拿批火车又搁出现伫放了车头啊，除了车厢外观重新喷漆，改回上原始的蓝色。车厢内底代替保留拿批火车的特色，会当拍开的窗仔、车顶的电风，也搁有青色的椅仔甲吊环。真侪设备因为已经找无零件，有的爱靠手工打造。从骨架开始，连这些全部都是重新贴皮、重新做的。这蓝皮解忧号13辆车厢里面，它一共分为5种。那我们就座椅形式，它就有3种所以来这边的很多的细节你经过导览以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拿批火车是目前代替主线上老、算阿公级的火车，经过旅行社的包装，除了有专人解说。拍开窗仔，就会当欣赏海景甲山景，佮安排伫南回线一寡小站暂停参观。专家嘛建议，未来拿批火车的路线会当佮较侪。走完的南回，接下来可以走花东。花东是走入台湾花东纵谷的田园交响曲，甚至也可以考虑未来旧山线。即马拿批火车合作改优化观光列车，18重新开车，逐工一个车帮对枋寮到台东往回。业者表示，目前已经有3000多人订票，想要来坐这帮古早味的火车去旅行。记者邓家文、罗维泽屏东报道。嘉义溪口伫2018年捌做过庙口文化调查，发现较早溪口14个庄仔头内底捌有23间武馆，这甲咱台湾武馆的历史有真深的牵连。所以乡公所就开3年时间，甲溪口的武馆翕纪录片，希望会当保存在地特有的文化。溪口乡公所请人甲西镇演练的过程翕落来，希望记录在地武馆文化。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讲下个事实了解讲，这些无人教，咱大家会当看这纪录片来学。川呢，要有这款武术的文化，会当佮继续甲延传落。有这届纪录片规划过因特别事讲，
因伫调查的时阵，发现溪口的武馆文化传统佮多元，甚至伫台湾武术历史的发展，嘛有真重要的地位。布给这个系统，那么在溪口得到一个很强烈的佐证。那这一个布家的这种武馆系统，实际上它也就是影响了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西罗七欠。因为这边人口老化，然后年轻学子都外流，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文化保存之后，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能够推广到我们的学校。阮这聚会人，我拢感觉讲这今晚的动静，对这个我拢感觉讲真可惜。乡公所表示，目前乡内武馆各有10间，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学的人愈来愈少。透过3年的时间来拍这支纪录片。毋但希望保存传统的文化，嘛希望会当互世世认捌在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小脑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协会最近伫艋舺北批寮举办活动，展出朋友艺术创作，嘛有设体验区，而且朋友甲家属伫今年嘛打算要成立剧团，演出患者的心声甲故事。4、2、3、4、5、6、7。志刚家属组成徛歌7字剧团，甲改编自真人故事的舞台剧，演出小脑萎缩症病人的艰苦。这届头摆表演，未来嘛按算伫学校安排演出。利用辅具的方式，让参与体验者无法行动、无法言语，去渐渐去了解到。这些小脑萎缩症的患者，他们自己的身心灵在整个的状况是如何的进行的。因为患者行路亲像徛歌，甲数字7字话音，社团法人中华小脑萎缩症病友协会就甲7月初2加做代表日。进前因为疫情，才甲这项徛歌7字技术疾病体验展演到大。现场除了有体验区，嘛有技术作品等等，互外界熟悉罕见疾病。每个人可能他选择性，他会用比较大支的画笔，有人用小支的画笔，有人因为他手协调性不够，他会用挥洒的，有的会用点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心中的感觉啦。这些作品拢是患者用几若档画出来的，会伫艋舺北批寮的历史街区办到2年，成立已经满20档的协会，嘛特别发行徛歌、悠卡等等奇卖，希望外界通支持。记者电话文天徐凯台北报道。英国作弊大师班克斯3档前伫一张拍卖会顶头，用喙抓机甲家己的作品加喙，是这幅或者气球女孩气球查某囡仔。3档后，这幅作品剩一半尔，伊阁摕出来拍卖，即马是改名或者粪扫桶内底爱。结果以新台币7亿2千万卖出去，这是3档前的18倍。And I want to start the bidding here at £2,500,000, £2,500,000, £3 million, £3 million, £3,500,000, £4 million now, £4 million。这是伫伦敦苏富比拍卖会，竞标的人真多。竞标的作品是3年前英国作弊大师班克斯半毁的画作，伫气球查某囡仔改名做《粪扫桶内的爱》。Okay, we're going to handle that. Okay. 2018年10月，伫同一个地点，当气球查某囡仔以104万英镑换算代票4000万成交，拍卖官拄甲讲推讲落去时阵，这幅画就互藏伫咧画框内面的喙抓机切做碎片。现场所有人拢硬去，因为迄天喙抓机发生故障，画作即敢被销毁一半。3年了，这幅经历过喙抓表演艺术加持的作品，见效更加悬。9位竞争者伫10分钟内面一直画价，粪扫桶内的爱，上尾也是以16000英镑，国家保险费，总共1850万英镑，代票7.2亿成交。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a new world record, the Banksy, Love Is in the Bin, sold to you, £16 million. Congratulations, number 40. 这幅画哥提出来拍卖，从班克斯作品拍卖的成冠纪录是第一遍成交见效的18倍。拍卖官也惊一个，伊讲正惊讲对啊，若讲落去，佫会出什么代志？好佳在无发生任何意外。这幅作品的新主人是一位欧洲的女收藏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澳洲的科学家为着要抢救澳洲的国宝宝贝熊，最近开始咧替因注意放射，因为惊宝贝熊受病菌的感染，但是无赶紧注射，可能会有搁较侪宝贝熊失明也是白生。那是人类排队做疫苗，澳洲有位熊也开始做疫苗，不过因做的不是新冠疫苗，是预防皮衣菌，又个叫做衣原体疫苗。 So the one at Australia Zoo was the first. It'll be about 400 koalas. 科学家自10月开始，对昆士兰18只无尾熊做皮菌疫苗3期试验。皮菌是一种会造成尿道发炎、痴迷或者是未生的皮菌，会透过性行为或者是随地传染。即马伫咧澳洲无尾熊之间传了真紧，有一寡所在是一半无尾熊拢感染。 And yet disease is affecting 50% of koalas, and we're virtually doing very little for them at the moment. So if we can address disease, and even it can be 50 to 70% effective, it doesn't even have to be 100% effective because no vaccines are that effective. That sh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that other half of the population. 科学家讲，虽然抗生素会当治疗皮菌，不过也会破坏无尾熊的肠道的细菌，影响其消化臭叶啊。因会替无尾熊做一支预防射，也防进前，伫咧因的身躯更晶片，观察疫苗的效果。澳洲的无尾熊这几年数量愈来愈少。昆士兰大学2016年的研究讲，澳洲迄当阵大约有33万只无尾熊，不过2019到2020年年初的森林大火，造成超过6万只无尾熊死亡，因的栖地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有濒危的风险。科学家希望用皮菌疫苗增加无尾熊的保护力，救一寡高水的澳洲国宝。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 来关心环境，英国的威廉王子有设一个替地球奋斗的奖。第一届的颁奖典礼伫昨日举行，有5个甲保护地球有关系奖项，每一个得奖人会当摕到100万英镑的奖金。英国威廉王子创设的为地球奋斗奖，拢总有5个类别，分别是保护甲重建自然、洁净空气、互海洋复活、建立一个无废弃物的世界，甲解决气候问题。保护甲重建自然奖颁予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国境内的森林北方扑了，当局就推动付费予民众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计划，即马树海数量成长1倍。总统阿尔瓦纳多表示，要将100万英镑奖金用伫保护海洋资源的工作。 Y con los fondos que vendrán de este premio, lo que iremos es a llevar a estas políticas de protección y conservación al océano. Hemos sido exitosos en revertir la deforestación en tierra y ahora necesitamos proteger nuestros océanos como una forma para luchar contra el cambio climático, que es la forma de cuidar a nuestra próxima generación, es decir. 意大利米兰的休息中心，巴哈马的双奥特大计划，泰国德国、意大利联合团队的 AEM 电解组，甲发明将农作废弃物转化做肥料的印度企业拢有受奖。And I hope that our Earthshot winners have shown you that there is no place for despair. You should feel inspired to act and to demand that the solutions you've seen tonight get all the support they need. 为地球奋斗奖未来10年每1年将举办一摆，头一届颁奖典礼设伫伦敦的亚历山德拉宫，为了以具体行动体现环保，无邀请海外嘉宾升起飞行组成的碳排放量，舞台完全无使用塑胶材料，要求出席来宾服装需要环保，开拓王妃旧衫新穿，女兵穿阿玛华特森是穿由慈善团体乐施会染了无共二手衫重组而成的洋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风减弱，水汽会减少，日时温度会小可回升。西半部高温有28度至32度，不过早暗温差较大，较凉冷，乡亲早暗爱会记咧晒衫。若后一波东北风伫拜四会到位，北部、东半部又搁会落雨，北台湾温度嘛小可下降，按算会影响到即个拜6礼拜。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伫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
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至29度。这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全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